哥，大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大哥！这一天的时间你跑哪儿去了呀，大哥？我找你找的好苦。放开我！不放，打死我也不放！怎么回事，欧云？啊，哎，兄弟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啊？来，你走开，大哥！你如果永远跟我在一起的这句话你都忘了吗？我可是刻骨铭心呐！不，你别这样，欧云啊，快，别闹好不好？你走开！我怎么可能认错人呢？我连我大哥身上味道都记得，这就是我大哥。欧云，快！哎，兄弟，别闹了行不行？别闹了！你走开，老子！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嫉妒我跟大哥亲，故意在背后使坏，不让我跟大哥见面？跟哪儿？你胡说什么呀你？他知道你是谁，他还认识我。你别演了，大哥，这次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。难道他是我的？我真的是啊！不是这什么呀？他就是你以前跟班的一个小弟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真的不认识我了？叶波，叶波，帮我等一下啊！叶波，老大，千万别跟他说我和叶波在这儿。哦，还有，他问你什么，打死也不要承认。打住，住！什么跟什么呀？关键时刻一个都靠不住。李欢，真的是你啊，李欢！你这一天跑哪去了你？叶波呢？他是跟你一起的吗？小姐，我看你也不像是诈骗团伙的。你认错人了，我的确叫李欢，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叫我小姐，你不认识我啦？峰峰呢？他知道你回来了吗？对不起。怎么可能啊？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？我为什么一定要认识你？